好啊，天父愛你。 Jesus loves you。 每日都係新嘅開始。你預備好同天父一齊踏上今日嘅靈修旅程未啊？而家等我哋用少少嘅時間，安靜我哋嘅心靈。聽下最愛我哋嘅天父嘅話語啦。羅馬書16章1至16節。我對你們舉薦我們的姊妹菲比，她是堅革哩教會中的女執事，請你們為主接待她，合乎聖徒的體統。她在何事上要你們幫助，你們就幫助她，因她素來幫助許多人，也幫助了我。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，他們在基督耶穌裏與我同工，也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。不但我感謝他們，就是外邦的眾教會也感謝他們。又問在他們家中的教會安，問我所親愛的以拜尼土安，他在亞西亞是歸基督初結的果子。又問瑪利亞安，他為你們多受勞苦。又問我親屬與我一同坐監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亞安，他們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，也是比我先在基督裏。又問我在主裏面所親愛的暗伯利安，又問在基督裏與我們同工的以巴路，並我所親愛的士大古安。又問在基督裏經過試驗的亞比利安，問亞利多布家的人安。又問我親屬希羅天安，問拿其數家在主裏人的安。又問為主勞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庫撒士安，問可親愛為主多受勞苦的比色士安。又問在主蒙揀選的老夫和他母親安，他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。又問阿信祈禱、弗勒干、克米、伯羅巴、克馬，並與他們在一處的弟兄們安。又問菲羅羅古和尤利亞、尼利亞和他姊妹，同阿林巴並與他們在一處的眾聖徒安。你們親嘴問安，彼此務要聖潔。基督的眾教會都問你們安。根據美國一啲醫生嘅研究，數算恩典有幫助於身體嘅健康。嗰啲每個星期持續記錄感恩日誌嘅測試者，身體上嘅唔舒服比嗰啲每日記錄爭吵或者流水賬嘅測試者較為少。馬丁斯利格曼醫生設計咗感恩之旅，用嚟增強情感健康。佢要人回憶改變佢生命嘅人，將嗰啲人點樣幫助佢嘅故事寫出嚟，之後去拜訪對方，並將寫出嚟嘅故事大聲嘅讀出嚟。試驗顯示，1年之後，嗰啲咁樣做嘅人比以前更加快樂，沮喪嘅時間都減少咗。而更加重要嘅係，啲人咁樣做對佢所感謝嘅人都會有極大嘅影響。喺羅馬書16章1至16節，使徒保羅就睇到好多幫助過佢嘅人，就係佢要感謝嘅人。佢話菲比幫助許多人，百基拉同埋亞居拉為咗佢嘅生命將自己的頸項置諸度外，仲有瑪利亞都為咗佢多受勞苦。喺寫俾羅馬教會嘅信當中，佢特意向佢哋致謝。有邊個曾經幫助我哋塑造我哋嘅人生呢？為咗佢哋嘅緣故，都為咗我哋自己嘅緣故，我哋願唔願意踏上一趟感恩之旅呢？親愛嘅天父，求你幫助我哋，叫我哋時常思想你嘅偉大，你嘅大作為，更加用心去體會你嘅愛，以致我哋可以常存感恩嘅心，以致我哋可以因着時常感謝天父你，而可以有彰顯主你榮耀嘅生命。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詩歌一家人。